激勵自己，不要聽那些只看到你錯誤的人。永遠不要再信任曾傷害過你的人。與其與無知的人爭辯，不如保持沉默。永遠不要完全相信歷史，它總是由勝利者書寫。只有窮人和不具吸引力的女人真正理解生活的現實。不要以你有限的經驗去評判所有人。永遠不要原諒背叛你一次的朋友，他會再次背叛你。世界對無聊的人來說永遠無聊。世界如一本書，不旅行的人只讀了一頁。我無法教會任何人什麼，我只能讓他們思考。正確的問題往往比正確的答案更重要。當痛苦來臨時，觀察它，因為生命正在教你一些事。每個人都藏在自己的舌頭後面，若想被理解，就讓他說話。當你因羞辱而動搖或因讚美而喜悅時，你仍然是奴隸。一個人旅行可以隨時出發，兩個人旅行必須等另一個人準備好。每次你對自己失信，你就在告訴自己，你的話毫無價值。壞人給你經驗，最壞的人給你教訓，最好的人給你回憶。痛苦不會結束，我們只是找到新的理由微笑。偉大的思想只與心思者對話，偉大的行動卻打動全人類。我不說謊，因為我不怕任何人。你說謊，是因為你害怕。不要努力成為成功的人，而要努力成為有價值的人。人生四美：回首得經驗，前望見希望，還是得現實，內觀見自己。若想不戰而勝敵人，做這兩件事。星號摧毀他的希望，失去希望的人會從內心死去。星號發現他的弱點，這會讓他更加虛弱。